这是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出席西藏宗教大会闭幕式；藏人行政中央为近期自焚藏人云丹举行官方祈愿法会；驻北美办事处代表会见加拿大政要；加拿大华人团体发表声明，敦促中共勿干涉达赖喇嘛转世问题。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对欧洲三国展开参访行程。藏人代表出席第12届联合国少数群体问题论坛。中共对西藏与东突厥斯丹造成的威胁座谈会在瑞士伯尔尼召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11月29号在印北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总部西藏大楼出席了第14次流亡藏人宗教大会闭幕式，并给予重要开示。由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主办的第14次流亡藏人宗教大会于11月29号举行闭幕式。此次共有来自藏传佛教萨迦、格鲁、尼玛、噶举和觉囊等各传承，以及西藏本土宗教本教的领袖和代表等超过117人出席大会。达赖喇嘛尊者在闭幕式上发表演讲时，呼吁藏传佛教各教派的继承者重视对西藏独特的大教典的学习，并鼓励流亡藏人努力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化的基础上，广泛传播和发扬西藏独特的传统文化及宗教习俗。尊者还强调自己非常健康，转世问题并不迫切。达赖喇嘛尊者在提到西藏宗教大会就制定有关尊者转世的决议时，在表达感谢之余，尊者再度讲述了数年前与一位美国记者的对话。尊者表示：맥시드 마 드레체 아니 게 돈 떠다스 영시 철로 스토면도스리 멘두사 아다 로다 제시시 다 결정에 갈래 되거리 이는 수군 대타지에 삼번에 깁타지에 샤소 간도 조 저주고 생부 투지다。尊者还呼吁与会各教派领袖和代表以及藏人民众在念诵地狱祈愿文时，要为所有为西藏自由事业献身的亡者祈愿。尊者解释说：“但是，确实送这个美国人送去读书嘛，代表呢，朋友抗争不是的，怕不坚持的，没谁跟着也都是稍微啥一下，真正人的，我让这没人叫，人家带不出去的。” 아니 나란지 너 치료는 치료 파고전에 시기 조선하지 패치 타전을 토리 그다 그래서 겨우군도 양다라마 던 재미 취지 배로 놓으시 사다람지 연대로 더 상고 원유도 줘서 너는 좀 돼야 돼 딴데 죽부지 아니 맞아 안돼 믿어대 참에 배 녀와 캐사가 더네 후다보다 제외를 디 개회 툴러 때네 치료는 치료 산재기 때마다 제대하지다 하고 표현 강전은 제등이 지기 된지 지원돼야지 딴데 연구리 한 장성으로 롯데오시 쇼아这些嘞 두시 最后，尊者赞扬以萨迦派为主的各教派在历史和流亡期间做出的贡献，并与各教派领袖合影。在离开会场前，尊者还为藏人行政中央新建的办公大楼等进行了加持与祝福。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于12月2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举办官方祈愿法会，悼念11月26号在西藏阿坝自焚的藏人云丹。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萨桑格在祈愿法会上发表讲话时，
指出，因为中共当局在西藏境内所实施的高压政策，从而导致了境内不断发生的藏人自焚抗议事件。司政还强调，在西藏境内自焚藏人当中，有54名为阿坝地区的藏人，因此这是阿坝藏人为西藏自由事业做出贡献的体现。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驻各国办事处和非政府团体也于当天举办祈福法会，哀悼西藏境内第154位自焚藏人云丹。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也于当天举办祈愿法会。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瓦才仁在法会上表示，西藏境内数百名藏人自焚事件表明了中共在西藏的镇压迫害和人权状况的恶劣，特别是西藏的宗教与语言文字的毁坏。因此，呼吁所有人藏人在为自焚藏人云丹祈祷的同时，也要为所有自焚藏人而祈祷。此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欧洲次人等办事处工作人员于11月28号访问加拿大，并会见加拿大各界政要。上周四，11月28号，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欧洲次人和华人事务联络官次陈嘉措等前往加拿大访问。期间会见了加拿大众议院领袖保罗·卡兰德拉为首的加拿大安大略省议会多名议员。代表欧洲次人在会见上述议员时，介绍了西藏现今的局势，呼吁加拿大议员关注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与此同时，上周五11月29号，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加拿大西藏文化中心举办了一场名为“加拿大中国西藏对话”的活动。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欧洲次人与驻北美华人事务联络官次陈嘉措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会见了60多名旅居加拿大的中国学者、民运人士、人权活动家和华人青年。代表欧洲次人在对话活动上向与会华人介绍了藏人秉持的非暴力中间道路政策，并指出中间道路政策仍然是藏人行政中央为解决当前西藏境内的严峻局势而秉持的最佳的方式，但中国政府却对这一政策缺乏积极回应。代表欧洲次人还呼吁加拿大各界华人团体要加强类似的对话活动，让更多的华人了解西藏的人权状况和藏中关系。当天，包括中国民主党加拿大委员会、香港文化协会、加拿大支持香港联合会、民主中国阵线加拿大分部等10个团体联合发表声明，要求中共当局不要干涉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问题，尊重并支持达赖喇嘛尊者提出的中间道路政策，强调西藏未来的走向和定位应由藏人决定。对此，本台记者连线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华人事务联络官次陈嘉措先生，询问有关该声明的详细情况。对此，本台记者连线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华人事务联络官次陈嘉措先生，询问有关该声明的详细情况。首先非常感谢次陈嘉措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么据我们了解，此次驻北美办事处代表与华人联络官等在访问加拿大期间呢，有多个华人团体呢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中共停止干涉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问题。那么您可以简短的介绍这份声明的内容以及这份声明的重要性吗？当然。所以上个月的29号呢，在加拿大藏人文化中心有北美办事处举办下，我们举办了一个藏汉的交流会。在交流会的同时，华人的团体们借了这个机会呢，出了一个联署的声明。那么联署的声明里面谈到了4个重要的重要点。那么第一个是关于尊者达赖喇嘛的转世。里面谈到了尊者达赖喇嘛的转世是纯属于是一个藏人宗教事务的一个事务，而且呢，它是只有尊者本人的权利有关的，所以在这里面呢，他们呼吁了中国当局
是没有这个权利去干预尊者达赖喇嘛的转世，这是第一个要点。那么第二个要点里面呢，谈到了北京政府是一个无神论者的一个政府，而且是一个暴力为主的一个体制。然后这个第二点里面也谈到了中国政府对藏人进行了持续的压迫和破坏，也同时对西藏的历史历史文化还有宗教信仰语言教育，反正在所有的领域上面进行了长期的破坏。所以这个声明里面谈到了中共必须停止这些做法。第三个要点里面呢，谈到了中国当局破坏人民之间的关系，然后里面谈到了制造了中国政府在现在制造出来的民族之间的矛盾，然后这里面谈到了尊者达赖喇嘛为促进藏汉之间的关系目前为止做出了特别多的奉献，所以说到了华人民众呢愿意是为藏汉教育的事情呢，他们会尽心尽力。这是第三点。然后第四点里面呢，谈到了中间道路，他们说到了中间道路是由尊者达赖喇嘛提出来的，而且它是可行，也是一个智慧的选择，所以他们会支持尊者达赖喇嘛的这个中间道路。所以目前为止呢，差不多有10个不同的在加拿大地区的华人组织签了这个联署的声明。对。那么你觉得这份声明的重要性在哪里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声明，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个声明看到华人世界里面对藏人和对尊者的看法不仅仅是中国政府的看法，然后在另外一个层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华人世界里面有华人的民众，然后很明显的可以说这次的呼吁呢是来自一个民众的一个声音，也可以说是一个声音，它是他的呼吁是来自内心的，而不是一个政治目的为本的一个声明。所以我觉得这次的声明呢非常重要，而且我觉得后来的话，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华人会出来支持西藏人还有尊者达赖喇嘛，还有继续的像这样的声明会出来的。好的，了解。那非常感谢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的华人联络官资深教授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这样的。另外，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次仁拉姆、格西拉让巴、罗桑彭丹、贡嘎索多和罗桑扎巴组成的代表团，于近日对欧洲3国展开了参访行程。11月21号，代表团在荷兰海雅地区会见了荷兰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双方就西藏问题等共同关心的话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在会见荷兰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时，介绍了西藏境内的严峻局势，呼吁荷兰国会关注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荷兰国会众议院议员布拉姆·范兰吉克在会谈中表达对西藏自由事业的支持，并强调将继续关注和支持西藏问题。此后，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还会见了大社国际的成员和工作人员，并就中共当局对西藏、香港和维吾尔等少数族群实施的高压政策进行了讨论。此外，第12届联合国少数群体问题论坛于11月28号至29号在瑞士日内瓦联合国大楼召开。今年论坛的主题为教育、语言和少数民族人权。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相关工作人员出席本届大会，并向大会介绍了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齐美仁增、办事处工作人员甘丹措姆和赤列觉吉作为藏人代表出席了本届会议，
并会见联合国特别报告员，介绍了西藏境内遭严重践踏的人权状况和濒临灭绝的语言文化。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人权事务负责人赤列曲吉女士在大会上致辞时，向与会的各国代表介绍了中共当局对藏人实行的单语政策，并呼吁联合国加强对西藏语言文化及人权问题的关注，敦促中共停止迫害西藏语言文化以及人权倡导者。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瑞士援藏团体瑞藏友谊协会和人权组织受威胁人民协会于上周四11月28号在瑞士首都伯尔尼共同举办主题为中共对西藏与东突厥斯丹造成的危险研讨会，讨论了中共迫害西藏和维吾尔人权等议题。会议主办方邀请了达赖喇嘛尊者前任特使格桑坚参和维吾尔维权人士多里坤埃沙和中国问题分析家记者凯斯特等相关人士出席会议。前特使格桑坚参在座谈会上发言时指出，中共在其统治的地区扩大监控范围的行为令人担忧。自习近平上台以来，西藏的局势在不断恶化，所有的政策都旨在破坏西藏独特的传统文化。西藏境内外的藏人对中共的这一政策非常不满，呼吁西方民主国家在与中共进行接触时采取更强有力的政策和立场，敦促中国政府改善其对西藏实施的高压政策。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此。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以下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